大家好，我是王祖和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，带大家做伙来关心。过去的溪浜，特别是后壁区，都是以传统做事为主。不过现在结合生物科技等技术，又搁加了一项香菇的智慧栽培，同时选定新东国小开始培育人才，获悉学生拢当学习种香菇的高经济作物。对这学校以比赛方式来试种，也让看出学生拢相当有兴趣。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，13到15度，然后旁边放个水盆，让它保持湿润。即马来开始来第一年的执行。如果咱这个成果除了种菇以外，未来咱嘛搁伫沉香，包括要安怎加入到咱的这个生产线，亲像做豆油等等这物件。我相信这是咱农业结合着产业，安尼的一条链，安尼的话者，互咱伫农村或者青少年，因自细汉就了解到农业是不止干那伫产业的传统工作，是会当加上着生技、生物等等这种智慧型的产业，嘛有钱赚。安尼，咱的农业的发展较有未来。该项太空包培育香菇的产业都有机会欢迎培育，嘛互未来农业升级再来新的希望。其实这嘛是因应一档产值高达36.8亿的香菇，受到全球暖化等冲击，产量甲产值拢降要4成高，所以加向微生物的科技是必然的方向。台湾香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量降低了，它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它的种源太狭窄，所以刚刚我们江主任提到说，我们现在在各地呢开始收集这些种源。另外一个就是会生病，因为是全球暖化的关系。那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菇菇包本身是有问题的。那我们必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结合良善的业者？我们从这里，然后呢再辅以，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用微生物能够导入，那不是去喷药，是用微生物让这个菇蕈呢本身更强壮。所以这是我们对又安全又强壮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。透过产各项的共同努力，未来除了香菇以外，也有沉香、豆油等4档的农业计划，要让溪坝成为有特色的物产，并且甲现代智慧科技结合的新农业。电视新闻编辑郭国义采访报道。好，我们再一次。BBMOD 让我走到哪看到哪。回到家里用大电视看更过瘾，不止影片全家同享，网络也能全家分享。欢庆 BBMOD 上市 ，BB 宽屏200M，每月850元，还有超多优惠等您来拿。只有这次，错过可惜，快打电话找 BB。现在下载 BBMOD， 15部电影免费看，快搜寻 BBMOD。BB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 BB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账单、频道节目和 VOD 点数等。行动账单、客服资讯带着走，各项需求一次满足。比一比 ，BB 最聪明，快去下载哦！